中南部科化的状况已经是最近30冬来上热烈的。台南科学园区对3月开始总量管制爱省水10%。新竹科学园区虽然讲今年是有比过去的5冬较好也毋过最近嘛因为拢无落雨，管理局就宣布讲，前10大用水的厂商3月初开始就爱省水5%。提供新竹科学园区的宝山甲保利水库。虽然讲目前水量比过去同时间有较好淡薄仔，不过因为最近新竹地区较少落雨，水库水量下降的速度，嘛确实互不少人真烦恼。正常啊，应该在石头那个柱子那边吧。过年那一边那时候好像还有下一些，但是都是很小的雨，很小。对，有那种。就是一点点而已了。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表示，园区每天平均用水14万至15万吨。虽然今年园区水情比过去较好，不过为了预做准备，3月开始前10大用水的厂商开始自主节水5%。那面对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下雨，那我们也要求厂商自主节水5%。另外还有一个计划是直接从石门水库挖一条专管到我们的宝二水库。那目前进度大概2-3年后可以完成。石门水库到新竹的连通管线工程，按算在2002年完工，希望未来会当有效提悬新竹地区水库的水量，降低科学园区的欠水风险。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。